请问廖夫君是咪有一间天后宫？土廖夫君，佢系廖位地方嘅信仰中心。我杨顺去甲行，我想去求神明保佑。用我哋分区做中心，停喺一條楊枝路行400公尺，嗰挖進修片嘅鋼枝路，嗰在切行50公尺到鋼枝路同光明路嘅路口，進修片是喺天后宮咧。請問呢間廟有幾多年嘅歷史咧？呢係內埔青島嘅古蹟，歷史超過200年咧。我政府想去媽祖廟咧。人人都講媽祖婆入外鄉，唔對外地來，相信媽祖會保護你旅途平安啦。按熱心同我聽手，真努力。俺自家用手機錄下來翕相好冇？冇問題。好咧。路行愛惜你哦。努力。